再来看台铁公司向日本图书吧买的新的电车158正式上线营运咯。早起伫家人的7度发车，台铁表示讲，这款新车是以水冷式来设计，动力的比旧款哦增加1.4到1.8倍，佮增加限速800万的系统，伫 ATP 故障的时候会当来避免列车超速。 高马市高配黑色的线条，新的电力机车158首航，牵引 PP 自强号121列车，由贵人7度站出发，要驶去屏东。代替向日本通知新买的电力机车158，经过试运转了，正式上线。伊的动力是比旧的电力机车增加1.4到1.8倍，启动的速度也变较紧。 那个动力也比以前好很多啊，然后就是噪音的方面比之前的改善很多这样。加速也比以前的 PP 快，因为就目前我看到的试车到现在为，每次只要看到加速，它的加速真的就是比以往的车都还快。伫这么旧的一个伫咧服役的电力机车内面，几公型的机车头平均使用超过40吨 ，PP 自强号机车头也差不多30吨。 新买158新电力机车，若到位完成测试了，将会甲旧的拢换掉。以后除了担任 PP 自强号、机工号，抑个观光列车的牵引任务，也希望一当提升准点率。这个马力是我们目前电力机车里面最高的哈，加减速比较快，那我们也能够更让这个车辆的一个可靠性能够提升。台铁公司统计，自今年到今，旧的自强号故障有39遍。 机工号旧的电力机车故障有43遍，今年158计划要交车15台了，希望一当达成全年准点率97%。因为158电力机车也有设限速闭环系统，若是 ATP 故障会当避免超速，希望会当提升列车的安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